點解我已經食得好少，個肚腩仲喺度？唔通真係冇得救咩？其實可能唔係你唔夠勤力，而係你腸道內少咗一種關鍵嘅瘦菌。根據臨床研究， AKK 係維持代謝健康嘅關鍵，佢有效強化腸道屏障，透過提升胰島素敏感度，達到穩糖、燃脂雙重功效。想科學化管理體重，關鍵就在於腸道。第一， AKK 菌可以自然增加 GLP-1， 幫你控制食慾，減少暴食。第二，佢針對燃燒內臟脂肪，臨床證實有助減腰圍。配合埋多重穩糖成分，無論係空腹定餐後，血糖水平都更健康。再加上雙歧桿菌協同修復腸壁，令腸道微生態逆齡，回復年輕。選擇有科研實證嘅產品，先至係科學管理嘅基礎。哦，原來關鍵喺呢度，唔怪之得我以前點減都冇效果啦。原來要先養好腸道入面嘅 AKK 瘦菌，先可以自然控食兼燃脂。行動勝於心動，等我依家就試下呢個科學方法，一齊腸道逆齡，同肚腩講拜拜。AKK Glyco Slim Pro。